蔡总统21号要到南太平洋访问咱的邦交国，总统府早起来公布要送予邦交国的伴手礼。蔡英文总统8天7暝海洋民主之旅要出访南太友邦，21出发，先到帛琉、诺鲁进行国事访问，再去到马绍尔群岛参加国际会议，嘛有特别准备真有意义的礼物要送予友邦的元首，为作展现泰雅族的习惯。 一北泰雅族为家，美入海洋的优惠，生鲜不息是要送予帛琉总统，肯定帛琉对保护海洋的重视。出席音乐世界诺鲁总统是挑选阿美族艺术家，利用800风灾水流茶所做成的吉他。 送过他一把乌克丽丽，他当场就演奏了一曲来表示感谢。所以我们特别选了这个漂流木吉他。 代表影视发展的郑芝丁，嘛是阿美族艺术家的作品，要送予诺鲁议长。另外，这个大架草所编的母乳情深，要送予马绍尔第一个女总统西尔达海尼。是要凸显出母女各自作为国际女性的表率。 马绍尔群岛嘛真够便捷，总统嘛希望甲台湾传统的手工艺带起，作为工艺上的交流，认真拼外交，开创台湾伫国际上更较大的可能性。